因为中东战争石油的价数一直在起，若是照浮动油价机制来计算，后礼拜汽油、柴油拢会起超过9块。不过中油是已经提早宣布，为着稳定物价，后礼拜无要起价。受中东战争影响，国际油价继续大起。3月16开始，按照普通油价机制调整原则，也有税务税来减扣这机制计算，汽油、柴油计数应该爱各自起9块半到10块9。不过中油公司连续2礼拜提前来公布油价，这回互未少塞车的人是较安心。国际油价上涨，不过实际观察，周日下午来抢加油的人潮并没有增加，因为中油公司提前公布油价，考量到民生以及产业的冲击，本周的汽柴油都动涨。中油宣布16点开始维持92无盐汽油28块9，95无盐汽油30块4，98无盐汽油32块4，超级柴油28块1。继续依照亚洲邻国上价计数原则，汽柴油佫吸收9块半到10块8。另外，佫启动专案平稳的机制，由中油佫再吸收6成，总计汽油、柴油总共吸收9块半到10块9。应该是200-300吧。那跑的距离很长啊，所以如果能省个1-2块，那也是省啊。因为你都还是需要使用车辆，所以可能就没有办法，还是得接受。另外，这回也影响到半导体原料，业界点数用伫化合物半导体设备的高温金属、铀、氮也有钼，这几礼拜价数也大起。另外，真侪氰化镓也有氮化镓原料的镓也得咧起价。对台湾来讲，其实真正进入第3类半导体，比方说像氮化镓这一类的产品，其实台湾真的涉入的其实是并不多，台湾还是在发展的阶段而已。国内大多数的厂商也都已经采用分散进口的策略，而不是只是依赖于中东。学者分析，化合物半导体大多数导入厂商只是伫研发阶段，台湾产能真有限。另外，对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时期，多数厂商也导入资源分散进口，对台湾影响会控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